It's gonna get personal. 好，大家好，你跟林達，我係安娜老師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咧6月份嘅股匯能量場。咁點解6月份要同大家講下嘅股匯能量場啦？第一啦，因為我哋要為7月同8月做好準備嘅。7、8月係一個果報加快運行嘅月份嚟，咁所以喺7、8月咧都會發生好多嘅事幹，喺唔同嘅層面人與事物啦，都會發生好多嘅事幹。咁啊，所以我哋6月份咧係要為7月、8月做好準備嘅。咁而9月咧就係一個靜止期，或者一個安靜期，或者思考期。咁大家係會去諗下前路應該點樣做。而10月至12月係一個腹部嘅顯化期，輪到腹部嘅顯化。咁如果我哋10月至12月係顯化到腹部嘅話，咁其實喺出年2026年係會非常好嘅一年嘅。咁所以啦，我哋要逐步去保護自己個能量場，同埋為自己都做咗啲功德善事啦。因為今年咧係木蛇年，係一個加快運行因果業力同福報所有嘅事情，好與壞都會加快運行嘅年份嚟。咁所以今年咧，我點解都會拍咁多片去教大家點樣去保護自己，或者係令到自己個運程更加好嘅。因為其實喺上年嘅年尾，我都已經有咁今年嘅運程㗎啦。咁而每一個月我都會去教大家應該點樣去保護自己個能量場，或者係做啲乜嘢去防備。咁第一樣嘢啦，我要教大家㗎啦，就係要做一個就係念咒語啦，就係 Om Shum Shum Ma Ye Lam。咁之前都有教過大家，就係 Om Shum Shum Ma Ye Lam。咁因為今個月嘅6月份咧係一個非常特別嘅月份，喺早幾日啦。我唔記得咗6月11號定12號啦，咁係一個滿月嘅。咁而今年咧呢個月份6月份嘅滿月係非常之特別，係有別於過往咧嘅滿月，個能量係非常非常之強嘅。咁所以咧喺6月份咧今個月做嘅滿月儀式咧都有別於以往咧一般嘅滿月儀式，係特別加強嘅。咁所以啦，我哋今個月師傅啦，即係我哋列根能源師傅啦，都有去教我哋啦，點樣去保護自己個能量場啦，咁樣同埋都有啲咒語經文咁樣。咁喺呢度我都會去分享俾大家，等大家都可以跟住去做，令到自己7、8月都可以避過一劫啦，即係搞笑啲講啦。大家信又信，唔信嘅就當笑話咁樣聽啦。今個月努力啲，每一日都持之以恆去做嘅話，咁7、8月咧，發生嘅事咧都對我哋係唔會受影響嘅。首先啦，就係一定要練 Om Shum Shum Ma Ye Lam。咁呢一個經文每一日都要練108次，108次。咁佢係保護我哋個能量場，唔好有唔壞嘅嘢入侵，或者走埋到我哋身邊。咁亦都係一個能量保護場，將我哋好嘅能量好係離開或者掃除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其實咧，我哋人咧嘅靈魂咧係不自覺會向好嗰方面咧去尋找嘅。咁你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有福報嘅人，咁你身邊係有好多負能量嘅人，咁佢咪會走向你身邊，因為係要攞你嘅福報啊嘛，嚟保護自己啊嘛。咁你諗下，如果你有100分嘅福報，咁你散晒俾身邊負能量嘅人，咁可能分分鐘你剩翻10或者20嘅福報嘅喎。咁呢一樣嘢，我就係教大家點樣 lock 住自己個福報，唔好流失。咁係等7、8月嘅時候係可以安穩平安度過呢2個月份咁樣嘅，各樣嘢都係平穩平安咁樣。咁所以就要去練呢一個經文，每日108次，Om Shum Shum Ma Ye Lam。咁大家可以攞住串佛珠去練嘅。呢一個一定要去練每一日。第二樣嘢啦，就係教大家做一個水嘅能量，水嘅能量。首先就係一個要銅嘅杯啦，全銅嘅杯或者全金嘅杯。如果冇嘅就用玻璃，如果冇嘅就用玻璃杯，明唔明白啊？用飲用乾淨，唔好掂過肉嘅玻璃杯，明唔明白啊？咁樣最好銅啦，因為我自己就係印度教徒，所以我都會用一個銅杯嘅。大家睇唔睇到？就係呢一個。入邊就栽水。呢度之前我係滿月嘅時候做過一啲嘅儀式，入邊有水嘅，唔知大家睇到比較少啲，因為我有用到嘅。大家可以用飲用嘅水，一定要飲用嘅水，唔好用水喉水，唔好用熱水，係普通嘅白開水，栽到幾滿都冇所謂。
1/3又好1/4、1/5又好，咁千祈唔好裝滿啦，留翻啲位啦。咁最多都係去到呢個位置啦，咁樣嘅咁就 OK 噶啦，明唔明白？好啊，跟住就放一朵花或者一塊花瓣，一朵花或者一塊花瓣放入去，見唔見？大家見唔見到？放入去，咁冇分時間，冇分方向，乜都冇 ，anytime、anywhere、anymore 都可以做嘅。咁點樣做咧？我而家教大家，左手揸住個水杯，左手揸住個水杯，右手冚喺水杯上面，咁樣握實喺心輪呢個位置，放喺心輪呢個位置，練21次。Om Shum Shum Maya Namaha，Om Shum Shum Maya Namaha，Om Shum Shum Maya Namaha，練21次。好啦，練完之後，咁跟住可以用呢一個花瓣，用呢個花瓣去灑屋企唔同嘅地方，或者灑向自己嘅山崖，或者如果冇花瓣嘅，就用清水，就咁一杯清水，用手指去掂自己花嘅山崖，或者自己個身體，或者灑進自己間屋都可以嘅。呢一個明唔明白？咁樣佢係會保護我哋嘅能量場唔好流失，亦都防止壞嘅嘢能量入侵。咁好啊，用定擺喺邊咧？因為你一日用唔晒噶嘛，就放喺東北位，屋企嘅大廳東北位，或者公司嘅東北位，唔係房間，絕對唔係房間。聽我講一次，係大廳，屋企嘅大廳嚟計嘅中心點嘅東北位，放喺嗰度，地下又得，櫃又得，台又得，冇問題。明唔明白？一定要放喺度。同埋呢一個加持過嘅水，有能量嘅水，一定要喺21日之內用晒，21日之內用晒。咁啊，用晒之後再做多一次，再整係冇問題嘅，明唔明白？咁記住啦，呢一個杯水係好有能量，每一次用剩都放喺個東北位，要用嘅時候灑喺屋企或者灑自己墊喺自己個山崖都可以嘅。用呢一杯水，記得一定要全紅，冇全紅嘅就用玻璃杯。玻璃杯，明白？要乾淨嘅。咁好啊，記住啦，每一日都要練送嘢啦，下108次，同埋做呢個銅水啦、能量水啦呢一個。最後一個啦，就要教大家新嘅經驗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，係一個我哋修行者要練嘅經文，就係哈出特咧劈身落下，哈出特咧劈身落下。哈出特咧劈身落下，係啦，個音我因為啱啱新學嘅，咁呢一個音應該都係差少少，不過唔緊要，最緊要個心，亦都係每一日練21次至108次，最少21次。咁跟住平均嘅基本嘅練嘅都係108次。咁呢個經文有咩用咧？呢個經文係覺醒嘅經文，覺悟嘅經文。對於我哋修行者要得到大智慧，或者要得到佛法嘅智慧，佢係令到我哋開竅開悟，係會功力增加嘅。咁所以呢個經文係好重要。但係任何嘅宗教修行都好，都係練呢一個經文嘅咒語，都會令到我哋係可以覺醒覺悟，亦都會個功力大增，修行都會進步嘅。咁所以哈出特咧劈身落下係好重要嘅一個經文。咁我希望喺6月份大家都每一日做呢以上嘅經文或者係加持。水杯就唔需要啦，呢個水杯做一次就接到21日啦。咁你哋快用嘅，1日用晒，3日用晒，5日用晒，咪再做過咯。總之就係左手揸住個杯，右手搭喺上面練Om Shum Shum Maya Namaha 21次，咁就可以放喺東北位用齊。地下又冇所謂，台又得，櫃又得，明唔明白？咁樣跟住記住，每日練21次Om Shum Shum Maya Namaha，同埋每日練108次嘅哈出特咧劈身落下，明唔明白？咁你喺6月30號之前，每日都堅持做，最好就係起身做，一起身就做，咁樣佢係會令到我哋7、8月係帶嚟好運。咁你話過咗7、8月之後，可唔可以一樣咁樣做？可以，絕對可以，明唔明白？但係呢一個月份6月份係一個關鍵期，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每一日可以去做，令到大家係好運嘅，明唔明白？咁同埋係修心修行啦，同埋令到自己都可以避開所有唔好嘅嘢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大家有乜嘢嘅都可以 WhatsApp 我啦。
明唔明白？亦都可以啦，去老師嘅 Facebook 或者網址嗰度係睇我嘅資料啊，或者最新嘅動態嘅。咁今日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